到啊。有侧面这样子。比如线上上课啦，90吧。我说1到10分呢。有1到10分，应该差不多9分。3分吧。因为我数学比较差，所以我都要问别人，我比较容易懂。7分吧，因为应该会很认真学，不能跳到别的网页，不然你就不会听到课。我比较喜欢教室的，线上教学你不会，你没有办法问别人。应该就是在教室吧，在教室可能会比较专心，因为会有老师盯着你。你就是自己一个空间，然后在那边学习，不会太吵。所以你觉得你同学很吵？不会，不会太吵。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武汉肺炎疫情严峻，台南市政府在校园防疫方面超前部署，针对中小学师生制定全国首创3套线上自学模式，让学生在家里可以轻松的用平板或者是手机进行线上学习。而究竟这3套模式分别是什么呢？又怎么能满足1到9年级的学习需求呢？让我们来听听教育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教育局局长郑信辉。我们有3种的自主学习的模式。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跟3大教科书商，也就是孩子在学校读的那个版本，那他们都非常乐意的呢提供线上学习资源。那这样的资源呢，我们是架在我们教育局首页线上自主学习网。那师生台南市呢，每一个都有 Open ID， 他只要用那 Open ID 进去，南一的部分就完全可以使用。那另外康轩跟翰林登录自己的基本资料，那么也可以做学习。那第2种模式呢，就是我们老师直播教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辅导团有依照语文、数学等等这一些领域，只要全面性的停课，他们就可以线上呢直播教学。那另外一种直播教学是个别学校的老师，他依照他班上学生的一个学习进度，他可以用现有的通讯软体跟学生有视讯的互动的一个直播教学。第3种呢，叫做核心概念我们请辅导团呢，把学生应该要学会的重要核心概念，然后把它建构知识地图，连接到现有的微教学影片，它里面呢看完还有测验题。有的孩子家里没有电脑，我们总共盘点出来有11000多台，只要孩子家中没有，我们就可以借给他回家使用。我们的目标就希望孩子的学习不中断。那如果回到学校之后，我们还有系列的补救教学，务必让每一个孩子他的学习权利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20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面对肺炎冲击，政府提出一个纾困方案。不过，其中甲劳工朋友上有关系纾困方案是啥物？劳工朋友又搁无着啥物款问题呢？台南市议会民政委员会上午邀集台南市5大工会、甲市府劳工局、社会局座谈，希望政府会当提出彻底解决的办法。面对新冠肺炎的冲击，劳工纾困正式上路。民众只要伫3月底进前，伫职业工会参加劳保，而且投保的薪资伫24000块以下，107年的个人综合所得税无达到扣税标准，拢会用来申请劳工纾困3万块的补助。不过工会认为，可能有袂少劳工申请袂到，包括临时工或者是无加入劳保。我们有一些会员的子女都有看到毕业未啦他做兵倒来。叫即摆拢找无头路啦，伊即摆都不想找头路啊！这一方面，一直讲问我这个没有工作补助怎么办啦？讲当然这次我们是针对无固定雇主的劳工较有嘛，他们现在是没有嘛，所以这方面可不可以说民议员帮忙稍微想一下这个补救的方法？政府为了它行政上的一个方便设计了各种方案，但是很多劳工。可能真的没有真正能够受到一个补助，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除了临时工甲劳保的问题，
另外，减班休困也阁是俗称的无薪假。目前台南市到4月中，就有50间的厂商，总共1500外人。议会甲工会嘛拢质疑，到底这个数字是毋是有正确？我认为是说有一些零散的哈，有些零散的，可能他没有那么对工会的资讯那么的了解的，是否劳工局应该在市政府加开一个窗口，就是独立的一个窗口，设在1楼，设在1楼，让我们有一些的劳工可以去做一个咨询。我觉得这是劳工局一定要做的。针对这一次疫情所产生一些就是纾困患难在劳工方面这边，我们要求劳工局这边针对我们的纾困方案，不管是地方也好，中央也好，我们必须要公开透明，而且要简单化，简单化告知我们所有劳工朋友，透过总工会5大总工会也好，透过议员的服务处也好，我们必须要告知我们劳工朋友如何去申请这一点。第二点，针对我们现在有看到的一些黑数的一些劳工，因为他在平常就没有加入我们劳保，那针对这领域的劳工朋友，我们如何去协助他呢？当然，在中央法令是没有办法协助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求地方必须要尽到照顾这些劳工朋友。对此，市府劳工局副局长吴明熙嘛表示，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劳资争议的调解伫今年1月到3月确实有提高，不过市府超前部署，除了率先提出200位的安心上工的工作机会，另外中央嘛将提供咱市1155名的防疫安心计划，希望会用将冲击降到上低。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过去计划道路用地移转拢是免缴征达税，不过后来因为有区公所合法分区证明，所以前后无共款，造成税务局必须公文往来，相对的也互民众原本4天会当处理税单的合法，变成必须爱拖1个月，所以向议员申请，希望区公所会当改善。议员李启伟表示，计划道路的用地移转过后，免纳征达税。过去拢无即个问题，不过因为某一个公所伫个使用分区，因为无法度明确答复，造成大使甲税务局必须要以公文来往来，向相关单位来查证，造成相当的困扰。因此向民意代表来申请。道路用地的时阵移转啦，道路用地移转的时阵，以土地税法第28条原则爱免税。即马，但是伊的规定就是讲爱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的时阵，伊就是即个私人所有未开发讲未征收的即个公共设施保留用地啦。第二个话就是讲，迄个个的时阵无依都是计划法第30条，即个或是迄个个私人奖励投资的。符合着第一公共设施保留用地，第二以征收方式，第3点。即个时阵迄个个无靠着即个都市计划法30条，甲奖励投资，安尼有即张分区的内容，咱就法度向客观处申请土地移转的免税。3月17号的时阵这道路用地属就属迄个都市计划法这称的公共设施保留地啦这就是写甲非常的清楚毋过就是经过差不多。无几日尔才4月初仔遮因咧一个文这就非常的模棱两可这就讲非属依都市计划法第30条第61条第2项的新办之公共设施用地这就有哪会造成着这民间这相关这大家这方面安尼要迄个关联政府这有哪会非常的一个困扰啦这税务局的认定因的公文这嘛就拢会搁时程上安尼做复杂的做麻烦的这人民安尼这拄有这个问题这就真正做头壳疼的因为这就有哪爱设一任做大任所以针对这个问题阮希望这有哪因为这过去这就因哪这公用设施用地这就非常的一个清楚啊嘛，这只是一个认定的一个问题咱希望这个问题这茫搁发生这阮绝对有哪会安尼
安尼来要求这看安怎互这民众安尼一个交代。大使强调，过去计划道路伫咧合法分区证明办理过户时，区公所拢会真明确来注明，无都市计划法加上咧投资新办顶。毋过现在区公所前后却讲法无共款，造成原本的民众只要4天等咧取得税单的合法，现在因为公文的往来必须要拖了1个月尾。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推动集团家园参与式预算，互社区民众家己提案并且执行，展现民主的风范。市府20号特别举办成果发表，颁奖表扬15个优良社区，希望因会当传承成功的经验。台南市是六都第一个取得集团永续家园永续认证的城市。在咱市总共有6个行政区9个里取得永续的认证，评定的数量嘛是全国第一。获邀的这几个团体呢，基本上都是108年优秀表现的，得到环保署这边最高级认证的。那我们的最高级的认证呢，在全国各县市里面呢，台南市是独占鳌头，也就是说我们获得这个认证呢的里跟社区呢是最多的一个单位。台南市推动社区参与式预算，不只会当展现重视环保的决心，同时更会当打击民众的意见，展现民主的风范。台南市我们重视环保的决心，不仅是由上而下，我们的环保局的人觉得哪些业务要做，那由地方基层他们觉得哪些地方要做，其实我们也愿意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来让他们提案。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在这部分充分体现了上下这个部分，我们都有一些互动，而且很多基层民众他们觉得说他们的社区、他们环境需要做的，环保局也都能够接受。我觉得这点是这个所谓公民式参与的精神。在会场会当看到真侪民众再来社区的设计发想，展现环保的概念。其中，佫会当看到规台采用太阳能的行动咖啡车，不只会当运用伫休闲时刻，甚至佫会当支援灾难的救援。都是用那个我们的Sunnycat的太阳能板制作的太阳能车，像爆米花。还有我们的煮咖啡，还是你要用煎饼，还是你要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多的灾难，这个可以用作防灾的设施，可以用小发财车就可以上山下海。市府举办集团家园参与式预算成果发表，邀请历年来得奖的单位分享社区成功经验，希望会当吸引更多社区参与，做好为集团永续家园这个目标来做努力。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伫防疫期间推动宅经济，运用节气养生的观念，特别甲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合作，1个月推出一道用咱在地食材制作的防疫料理，一直到年底，要互民众食出健康、食出营养。伫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蔡英黑老师的协助，市长吴伟霆亲自示范如何将咱在地当季食材做出一道营养丰富的蔬菜海鲜汤。市长强调，现在防疫期间上经济健康来提升免疫力，就是经咱小农所栽种的蒜头，或者是往内顶农产来入菜。除了食出养生有防疫概念，可以当到原来行销农产品一举所得。许许多多当季有防疫概念的蔬果跟这个蔬菜，那透过老师的这个巧手，能够把它做出一道一道美味又健康的料理，还有包括甜点，包括这个饮料，这些每一道它都有它的特色。那我们觉得其实透过老师可以将美味跟这个防疫概念跟健康结合在一起，这是非常好的。也借着这个部分，要把这个食谱介绍给我们的市民，让市民朋友们能够在防疫期间，能够不管是自己下手做，或者是去餐厅可以点这些好吃的这些料理，那我们觉得其实对健康绝对有帮助，又不会担心过胖。那也谢谢我们南印大各位老师的协助，能够帮忙市府提供给市民这么好的菜单。那也谢谢我们的新农人郭先生能够郭孟和先生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蒜头的
这个本产的蒜头提供作为防疫料理。这摆台南应用科技大学配合市府乱局所发表的风味料理当中，这个月除了选用新农林过望河伫客家所栽种的成果，以后每个月一直到年底，依照节庆，嘛拢会推出无同的食材甲料理，并且以食谱方式上榜，互民众参考。我们这些食谱的话，基本上我们会配合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我们把食谱会公布在网上，那也会在适当的地点让我们的台南市民可以就地取材所以说就地取材是我们最高的境界其中为行销台南农产，得注以总铺赛形象来主食，嘛希望去媒体注目来营造台南永生饮食文化。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休困节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市今年首次登场的儿童艺术教育节，迄个活动就小展开，其中logo加吉祥物的竞选20号正式出炉，由市长黄伟哲亲身颁奖，表扬得奖的学生。这摆发表会由新东国小学生的相声表演来开场，同时学生嘛总办成台南市儿童艺术教育节所竞选的 logo 设计，并花蕊替画笔来表演。替台南市的艺术教育来宣传相当精彩，加上表演刷，市长黄伟哲嘛甲同学亲切互动，场面趣味温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2位开场的小慧跟小哲这个即使没有麦克风，他们的表演很卖力，所以一起舞，一起学，一起玩，一起赏黄小哲、郑小辉。好，谢谢。邮局局长陈新辉所提出的台南市儿童艺术教育节，今年首次登场，日前办理 logo 加吉祥物的竞选，去168名学生投稿，最后前3名的得奖学生，上午市长甲局长嘛予以颁奖鼓励，希望日后借着城乡交流、导览员的培训甲夏令营等一系列活动，来提升台南市学生的艺术才华。不仅是 logo 的发表，事实上因为今年疫情的影响，所以好像大家过了一个蛮沉静的这个儿童节。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儿童艺术教育，这个部分我们要多所鼓励。那今年的学习要到7月中，7月18号左右才会结束。所以呢，我们7月15号，7月15号才会结束。所以呢，我们希望说，现在等于4月底才是等于学期才一半而已。所以呢，我们希望是有一些办理第1届的儿童艺术教育节，能够激发儿童的想象力跟创造空间，能够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艺术教育的这个涵养，也让我们的老师对于培植我们小朋友、我们学童的这个艺术这个概念，或是艺术的这个天分，甚至于他们艺术的兴趣，我们觉得其实都是可以做的。所以艺术教育绝对不是德智体全美而已，我们觉得是艺术教育还有需要更多的加强。既然名列5育之中，所以我们还是过去对艺术教育的这个施加的这个力道，我们还是有加强的必要。20号上午，市府除了公布台南市儿童艺术教育节的 logo 加吉祥物的竞选出炉，同时嘛宣布展开吉祥物的号名网络票选，欢迎民众踊跃参与。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
由台湾文创导湾发展协会承办的第6届国际文创杯设计竞赛，18号伫蘆港娱乐中心登场，现场展示100多件当前台文创作品。其中有参赛者用姜来创作风景画，嘛有人用易开罐的拉环做成皮包啊，非常有创意。第6届国际文创杯设计竞赛，18日下晡伫台南市蘆港娱乐中心登场，超过100项竞赛项目，包含美容美发、时尚造型、海报设计、餐饮观光等，只要甲文创设计有关系的作品，拢会当投竞参赛。同时，为了鼓励亲子共同参与，协会更增设国小、高中、大专院校以及社会组等多项奖项。文创的东西它是很广泛的，我们是把一些文化的创作一直在延伸，那赋予给它新的心学。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在每一年都有每一年新的一个比赛项目。那我们也很高兴因为今年碰到疫情，那也很高兴，很多大学校愿意来支持我们。为什么他们都在参加竞赛？学校规定是不能参加，不过他们愿意把作品来跟我们共襄盛举。今年参赛作品当中，会当看到由云林斗六工处社区发展协会用手工制作环保回收拉环皮包，以及2位特别为高雄来比赛蔡氏兄妹奖的创作，相当引人注目。庙里都会拜拜。然后都会用一块姜来当做那个山珍海味的山，然后因而这个想法来创作这作品把它堆成那个江山的样子，然后底下用那个农村的形式来呈现古早那个中国的那个风。底基要稳，然后用牙签先插好，然后后面用那个钢索把它顶住，比较不会倒。创会理事长吴敏荣表示，国际文创杯设计竞赛协助文创产业化，鼓励培育新创人才，让因会当发挥家己的美学创意，展现才能。嘛欢迎社会各界会当多加参与1年1度的国际文创杯设计竞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1度到30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4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